如果你要摆得奖得青岛的100%的100%的，那个趴数是嘛个意思啊？简单讲有无伊的趴数，有等于讲有70%、60%、80%、100%，伊的代表嘛个。每一点人的做法可能拢有无同样，但是我的做法更单纯，因为我只有2种身份，一条路是导人，我等多看到导人，另外一条路是头。我唔会有添加物，抽油换油都不会有，我就是豆人去直接做，保留它真正的营养价值。那趴数的数字就是代表豆子的豆人含量。85%就係85%就係頭位，15%係頭，15%落頭。如果當然會攞油質除走，比如可的油改好，會拿去做保養品啊，甚至保健食品，但是我哋攏是保留。所以我哋巧克力底部唔會有棕櫚油乜嘅成分，攏唔會有，全部都係對身體改好嘅油質。咁難得咧，除非我冇食過100%嘅，有食過冇加糖嘅巧克力冇？應該有。有其實我不確定。不確定哦。是不是只要除了100%以外，一定都有加糖？原則上是這樣，就是100%不加糖，85% 就加15% 糖，到最低60% 就加40% 糖。那我們剛才講到我食皮膚誒，其實都沒有到100%呢，假如一定有加糖，錯嗎？路一定有加60以下，因為我哋比賽單位，有巧克力最大路都60，所以嗰大路唔算有巧克力。嗰時候就係60%起跳。60%開始，60%起跳。咁按道我可以食看那100%嗎？可以先食100%，我嘛感覺食巧克力對個胃開始慢慢的食下來，你唔可以先食。我知道，你吃過幾多擺，這都是你的成品。嗰時候冇140按道錯嗎？你搞眼用嚟品嘗嗎？可以先對折，然後再把它額外折成3等份，這樣一共就是會分成6片。因為它很濃。100路按的一塊就100塊發有冇？其實我嗰度真實會食巧克力的有冇？1路按的打開來，就像啤酒不能一整杯喝安尼。係啊，伊打開來食有冇？伊可能喺飲茶時啫，比如磅燈茶、磅燈咖啡，還磅酒、磅乜嘅。這樣可以嗎？會不會太大？會不會太快嗎？來試看下哦。因為巧克力有沒有？我們沒有做任何添加，它是天然的調溫定型的。